自2025年9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圣洁的烈火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西结书12章21到2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12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以色列人是安怎有俗语讲？日子一日一日在过，无一个异象实现。你着甲因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互即句俗语无搁流行，以色列人袂搁讲即句俗语。你着甲因讲，时日逼近啦，所有的异象拢要实现啦。以色列人中间无要搁有假的异象，也是人介意听的预言。我上主亲嘴对因讲的话，一定会实现，袂延迟。背景的人啊，我甲恁讲的话，要伫恁活地的时实现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搁对我讲：人子，以色列人要讲，伊看见的异象是咧讲真久以来的代志，所讲的预言拢是指遥远的将来。所以你着甲因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的话无一句会延迟，我讲的话一定实现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圣洁的烈火。先知以西结宣讲的异象受轻忽甲排斥，因为以色列人拢相信俗言所讲，光阴飞逝，异象渺茫。但是上帝爱因知影时机成熟，异象得要实现。以色列人搁掠做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所讲的预言，拢是指着遥远的将来。但是上帝爱因知影，伊讲的话一定会快快实现，无搁再耽延。以色列人抗拒上帝的话，直到审判提前来到，减少悔改的机会。先知的预言果然拢应验。谁会当承受上帝的大受气呢？但是无任何人，因为安尼，上帝透过先知以西结提醒以色列人爱警醒，才当脱离伊的大受气。先知传讲的话无亲像福音，听起来若亲像无灵敏、无疼心，也无温慈。遐话听起来真严厉，亲像在教示人。在当时，以色列人接收到信息，严厉指出上帝审判都要来到，袂延迟。审判的信息，好亲像火灾的时有人大发，火烧厝落，大家赶紧逃，安尼的警告，互人通得到及时逃出火场。但是，一个人若对危险无感觉，可能会感觉倒位在火烧，我为虾米爱逃走？其实警告是咧提醒咱，灾祸得要到，必须赶紧离开危险，去到安全的所在，才会当得到救。在咱知影家己处点危险的境遇，只有远离危险，行伫正道，才会当保全性命。可惜，人常常掠做只要家己拥有一盏灯，就通照光性命。但是圣经点出一个事实：人总是活踮黑暗中，并无受永恒的真光照耀。咱拥有的只是短暂的光，一旦油尽灯枯，还会转来黑暗的所在。只有永恒的真光，才会当为人带来盼望甲性命。上帝道带来救恩，伊的道是值得迄伊的个，是值得庆贺的。圣经中先知的话听起来虽然是上帝审判，
但是上帝审判就亲像圣洁的烈火，要烧尽一切邪恶。人假使无回转归向上帝，就无办法得到拯救。上帝洞悉咱内心真正的欠缺，伊知影咱内心的未满足，阁会当看见咱生命中的黑洞。毋单单安尼，上帝会互咱看见家己的罪，看见家己生命的欠缺，进而祈求伊的赦免和恩慈，互咱会当活出真正悔改的生命样式。上帝话会互咱知影，原来咱的心中有罪，需要上帝赦免咱；咱的心中有欠缺，需要上帝满足咱。伫生活中，咱需要用行动来表达咱真切的悔改。假使咱的生命想要改变，上帝会向咱显明伊的心意，互咱真正悔罪，活出圣洁的生命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用随便的态度面对上帝的诫命，忽略伊是圣洁的，用烈火审判的主？我是毋是用随便的态度面对上帝的诫命，忽略伊是圣洁的，用烈火审判的主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愿你帮助我，通好互我明白心中的未满足和贪婪，以及真济无得你喜悦的所在。求你互我知影，佮承认家己的罪，帮助我悔改、回转归向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